谢谢连长，谢谢指导员，谢谢我们杨班长。那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易子梦说你不参加排练，你这就是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态度吗？连长，我查过了，非党员也能考学。啥意思啊？你那意思你不需要组织，不需要入党？不，我当然需要，我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但是连长，这几天我帮厨，参加营区清洁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。我更不想委曲求全。你的意思是，所有人都不理解你是吗？不，现在大家都理解我，包容我，我都知道，我也很感恩。但是我自己还没做好。我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的成为一名党员，努力的去考学。我该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哪怕只是成功了一件，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怎么的？参加排练，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？它不对吗？连长，您说，不参加排练就不能入党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黄永军啊，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聊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没有参加学习新装备，你有情绪？谁都想学习新的装备，但我真的没有情绪。你呀，你是真年轻啊！我呀，我送你4个字：恃才傲物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想考学吗？我不签这个字儿。连长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这是军营，不是一言堂。向越级打报告是吗？王永军，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可以打这个电话。谢谢连长。走吧。是，请首长放心，战士连一定首当其冲，坚决配合好人员选拔，完成这次重大的政治任务。是。是。首长再见。老吕，老吕，咋了？烦。生气了？哎呀，你生气了，这太可怕了。你不生气了，我再来啊。哎，
咋了这是？我声望俊奇呢。我觉得啊，战刃连已经快容不下这个臭小子了。你没看见刚才跟我说话？嘴上啊特别顺着我，那心里边在那跟我别着那个劲儿啊，我感觉就好像啊拿把小刀子在我那心上歘歘歘，一刀一刀在那怼我，在那刺着我。我决定了，他想考学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我也不同意呀。可咱俩不同意没用啊，人家考军校纯凭自愿，连里没有权利阻拦。我连里没有权利阻拦，我也可以写士兵鉴定报告，对吧？对。奇了怪了，我就不应该让这小子参加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。还有这杨万金，一个一个的啊，摁完这个按钮，立功受奖了之后，就给我打转业报告，想回家。白眼狼。对呀，你说的这个问题啊，确实存在。不过这部队训练苦，留不住人很正常。随着军改的推进，军人职业化，咱本来就是个职业，那职业允许跳槽吧，很正常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别强求。以后啊，谁想摁这个按钮，谁想发射，谁想立功受奖，就给我写保证书。啥？保证书？对，你保证，你参加发射任务，立功受奖之后，你就这3，你这我10年之内我不打报告，转业回家。哎呀，这给你厉害的呀，那不成交换了吗？哎，我发现你怎么一生气，这脑子这么糊涂啊？行，不谈这个了。跟你说个事儿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不是，出啥事儿了啊？你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是不是好事儿啊？徒步方队、装备方队自由录取，这好事吗？多光荣一件事啊！激动了，我都想参加，真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开个班会，这不开也不行。人家都说了，3个女人1台戏，那咱卫生队就我们这3个女兵，那这3个女兵怎么就……报告班长，我不去主持了，让千里去吧。报告班长，我不去。要去，你要大家心服口服的让我去吗？我心服口服啊！你听你这话讲的，明显就带着气儿呢。没有。行，坐下。你们这平时都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别怪我，平时对你们不够了解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排练，居然连个主持人都没有，这不是让全连看咱们笑话吗？班长，要我说还是得你去。哎，同意。我不同意。我都说了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咱们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。这样，我们今天就做一个不记名的投票，行吗？现在开始唱票啊！黄田1票，钱磊1票，
最后一票。启全。这所以嘛，还是得班长去。班长，要不你去吧？对，你们两个，哎，不好带啊。185H 比185C 的起数的速度是整整快了1倍。之前我们练习的抗干扰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培养大家的意志力。你们在战场上，其实会遇到很多嘈杂的声音。你们6个，起立，来，熟悉一下这个通讯站位。欧师呢？班长吓我一跳。想学啊？那我就跟连长疏通一下。不用了，我都疏通好几次了。连长这一次啊，脑回路是短路喽。那你还是不想学？我真想。我要不是怕受纪律处分，我都想在发射车上装一监听器了。咱们连长啊，是吃软不吃硬。这次他是软硬都不吃。哎呀，哎，金钟罩，铁布衫，是防弹衣。就算是防弹衣，这防弹钢板的接缝之间呢，用针也能插进去。本来选班长是个好事儿啊，可是你们几个小子这一出事儿，别说连长不高兴了，就连我们几个老家伙，你知道啊？班长，跟你说句实话，也担心干不好。想退伍？真不是，我想留下来好好的干，提干、考学，我还有一个巨大的梦想，还没圆梦呢。什么梦？那么大？保密。告诉你啊，你的那个梦，也是我们大家伙的梦。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，老狼现在住院，老王整天在待机库，现在就剩下我和老陈了。我们有心再推荐一次你当班长啊，想不想干？班长，不是我不想当，我要当，我就想把它当好，我就怕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就上学去了。那么有把握？肯定能考上？哎呦，这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本来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。哎，班长，你别说一搬就走啊。阅兵村，想去吗？阅兵村。同志们，选拔程序旅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补充2点。这次阅兵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场面最大、意义最深远的一次阅兵。我们参阅的装备大家都看到了。作为火箭军的一名老兵，我骄傲、自豪、振奋、激动。那既然是我们军种选拔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选拔的标准提高，增加强度和难度，优中选优，选最王牌的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270旅送往阅兵村的每一名士兵，在阅兵村的选拔赛中零淘汰。零淘汰啊，同志们！这就是说，我们270旅的每一名士兵必须要走过天安门广场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所以，宁缺毋滥。同志们，
这是我们270旅的脸面，也是我们火箭军的门面。可是这里问题很多啊，在选拔时间的这个档口很微妙。老兵要走，新兵能不能够盯得上？老兵走之前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传给新兵？老兵又能不能把好选苗育苗关？这都是问题。我们火箭军现在越来越高科技化，我们送去受阅的每一名士兵，每一套装备，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出现？是老当益壮，还是朝气蓬勃呢？我希望我们的同志们擦亮双眼啊！回来。行了啊，我懂。我都懂，你呀就是想多了，把心放肚子里，没人告你状。现在这兵真该有点事儿就往吕首长那捅。我把电话给他，他真敢打这个电话。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吧？就是想多了。我没想多，你看看政委刚才说话啊，看着我那个指向性多明显，那不就说我呢吗？操！哎，人家指向性哪儿明显了？行，你要心中有这个疑虑啊，你问政委去，人家肯定会说，那个我说话的时候总得看着点哪儿吧？你咋办？尴尬了，老尴尬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别整得和那契诃夫笔下那小公务员似的。你今天有问题啊？欧阳俊这个兵，那心劲儿赶上将军了。现在想想啊，还是小卓卓可爱啊。喂，121，121，122，是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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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就是你。少废话，有事说事。下午就连排了，我再来跟你对一次节目单。话说你们那个节目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说多少遍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有伴奏，没排练，人也不齐，没底气，你懂吗？哎呦，人家都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啊，多才多艺，能文能武。你少拱火了。我还真不是来拱火的，我是来撤火的。现在连艺情小学都不来了。啊？刚刚接到电话，全校接到邀请，去北京录制一个希望工程的晚会，全校都去了，就校长一个人来。校长一个人来？那校长为什么不去啊？那我哪知道啊？好像说是一个叫梁诺老师带队去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小罗，什么东西啊？废话。干嘛呢？在那扭扭捏捏的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假如啊，我是说假如，梁洛要是不来了，你会不会很难过呀？不会，这不有你在吗？也对哈，梁洛不来了，幼不幼稚啊？真不来了？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说是带着学生去北京录制一个希望工程的节目去了。真不来了？真不来了？你别笑啊！你最好憋着别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行啊，李元邦，我发现最近你这演技有长进了，现在都能憋着不笑了啊！哎。
我知道了，没关系。那你注意身体啊。嗯，拜拜。那会儿再晕就糊了。我没事。那话怎么说的？计划赶不上变化吧？我理解。你看，我也在部队当兵。他也忙着支教的事情，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的，对吧？我们俩难理解，没事。赶快去排练去吧，连长催得急，走吧。你们俩先去呗。我熨完裤子就去，啊，先去。走吧，排练。行了，知道你心里难受。走吧，别排练去，换一心思，啊。哎，你们看看，前边风景多好啊！啊！哎，走啊你！好。不行了，太累了。哎，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。啊，歇会儿。歇会儿。啊。来，你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哎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这，康队。来，怎么了？我这脚疼死了，一定磨出泡来了。应该快到了吧，康队？这还有多远呢？哎，我看看，还有15公里。啊，还15公里呢。啊。康队，西蒙这脚不行了，你还是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一趟吧。我看前面路都挺平坦了，基本上没问题的。康队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已经通知人家不去了，人家现在另有安排。我们呀是去送惊喜、送慰问，人家正在忙着训练。我们呀，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，还叫文艺轻骑队？轻骑队正装备，这真是，实在是路太远了嘛。嗨，别废话，大家歇一会儿啊，喝口水。我看这路啊，咱们天黑之前能走到。明明可以坐车，非得走路。说什么呢你？啊，我说啊，明明可以坐车，非得走路，这就是我和明明的区别。出门。走。指导员，让我当主持人啊？怎么着？让我去啊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有主持过，我还是当一个观众比较好。夏主，我和连长呢，本来想的周全，让你们4个人出一个节目，就是想看看，把你们4股拧揉到一起，能有什么意外惊喜。哼，果然没让我们失望啊，都是意外，全是惊喜。哎，我就很想问问你，这大学同学之间怎么能处成这样呢？各种问题，
各种意外，各种推三阻四。指导员，这各种问题、各种意外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是和你没关系。那梁诺和你有关系吧？我是想让他来，可是他要去北京录节目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坦然接受。真的是坦然接受？真的。好，觉悟不错。那这次当主持人就是命令。哎，指导员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可没有啊。小周，我跟你说，严军刚告诉我，说这个卫生园里啊出不了主持人。这连长呢，对欧阳俊、易子梦、林安邦也指望不上，只有你。这次啊，是咱们战染连挑头，旅长都来，你要是再拒绝，那我和连长这个初中就算打了水漂了。我也看出来，还是吕征的话比较好使，我让他来和你谈谈啊。哎，别，我不想跟他聊，我跟他说什么也没用。那你这次和我说什么也没用。夏卓呀，连长说了，可关键时刻谁都指望不上，只有你。目前看来啊，你最合适。加油啊！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，一眨眼，我们到了迎来2018年岁末的时候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战刃连全体官兵在旅党委的监视领导下，圆满完成了本年度我旅既定的各项作训和演习任务，成绩优异。接下来第一个节目是由发射2连的女兵演唱的《强军战歌》。校长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下点雨路滑，我摔了一下，这手搁那。哎呀，赶紧去卫生队吧，我送你。不，卫生队我认识，我自己来。好。可能稍微有点疼。没事。嘿，赵校长，您放心吧，这只是个皮外伤，等到时候我给了您消炎药，您一定要记得吃啊，这样防止伤口感染。好，谢谢姑娘。您看您还客气上了，这虽然不是334，改了270，可是这儿永远都是您的家。说得对。等一会儿弄好了，咱们就去联欢会。好。哎，对，姑娘，那个你上次你跟我说了一嘴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严义斌。你爸爸是不是也当过兵啊？是啊。你爸爸在咱们基地医院，你爸爸叫严学农，对不对？战友们好，我叫赵毅，是咱们义清小学小学校的校长，也是一名老兵。我是个东北人，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，就在咱们部队。当时征兵的时候，我以为这第2炮兵那就是
就是炮兵部队呗。可是当地的那个武装部的同志跟我说，2炮那是导弹部队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个部队。哎呦，我一听是吗？我赶快就跑家去了，就跟我爹妈说这事儿。爹妈也非常高兴，说这部队你也得去呀，这多好啊，导弹部队啊。说起码这部队你遭不着什么罪啊，受不着什么苦啊。这打起仗来也不用上前线，电钮一摁，导弹就出去了，10多分钟就解决战斗了。说这兵儿子你必须得当，而且必须当那个给导弹摁电钮的兵。后来我就到了部队，往连里边一分配，我傻眼了，这哪是给导弹摁电钮的兵啊？这是建基地盖房子的兵啊！我不怕战友们笑话，我当了5、6年的兵，我连导弹长啥样我都不知道。那是80年代，那个时候咱们国家还很困难，可是咱们国家有战略眼光啊！就在那种条件下，咱们国家也要咬着后牙槽发展导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有了精良的导弹，咱就不怕别人威胁，我们腰杆子就硬，就有底气。这说起来了啊，就当年我们给导弹建基地这个工作，其实真的很艰苦，也很危险，因为那个施工的环境很特殊，都在大山里边，天天我们要和炸药打交道，要打眼放炮。那是20多年前的4月18号，那天是星期六。我们在33号竖井施工，那天放完炮了，大家觉得没事了，下井吧。可是没想到，突然间地质塌方，山体滑坡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连竖井带设备带人，全埋里了。11个战友，我的11个兄弟，就永远的留在那儿。咱们卫生队的严一兵护士长，他的父亲严学农，就是当时我们卫生队的队长，当时我们一块儿抢救受伤的战友。没办法，我们无能为力。这段经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偶尔总到咱们部队门口来卖货那个姑娘，她叫崔小璇，她的亲生父亲叫崔宝成，是我的班长，也在那天牺牲了。我们11个兄弟，就只有这一个娃，我说啥也得把孩子养大成人呐。我不能走，我得留在这儿。我要走了，我这11个兄弟多孤单呐！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没回过东北老家。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们，有的时候啊，梦醒了，我就赶紧把眼睛闭上，我想再回到梦里边去，因为只有在梦里，我才能见到他。后来我就转业了，就到咱们这义清小学当了校长。我这文化水平不行啊，愧对校长2字。我们这学校啊，在山上，交通不方便，孩子们大多数都得在学校住宿，那个条件呢太艰苦了。哎呀，孩子们跟我遭了不少的罪。为此，
有好多爱心的人士就给我们学校捐钱呐、捐物啊。我们现在的新建的这个学校，就是用希望工程这个爱心捐款的钱建起来的。这个捐款人，就是咱部队里的一名普通的战士，他的名字叫夏卓。我在这里，请战友们允许我借用这个机会，当面向夏卓同志表示我的敬意。请夏卓同志走到舞台上来。夏卓同志，我代表我们学校的全体老师，还有所有的孩子们，谢谢你。向在座的首长和全体战友们说一声谢谢。在梦里游荡，星星在窗外眺望。已是更深夜阑的时候，我天明进入了梦乡。没有梦见慈祥的妈妈，没有梦见心爱的姑娘。康队长，感谢你们，这次辛苦了。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一路平安。好。我想跟子梦说两句话。啊，好。昨天啊，你唱的那首歌太棒了，肯定会在咱们火箭军传开来唱的。如果再接受一下系统的训练，我相信过2年去参加比赛，你一定会一举成名的。我想调你进演出队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你放心，你们指导员啊，已经答应放人了，你的年限也快到了，我非常期待你的加入。想清楚了，给我打电话。李子萌，2年了，你一直说自己怀才不遇，现在伯乐就在你面前，珍惜机会啊！不用了，谢谢您的肯定和表扬，我肯定不会放弃创作音乐。但是我想，在我以后的生命里，这些都是伴奏。我是个号手，王牌号手。我的岗位在发射架下。哎，哎，回来了。我都能猜到，你刚才在指导员和利剑文艺轻骑队那儿说了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们俩肯定猜不到。怎么说？我说的是，我有2个兄弟，一个比一个不着调，
一个比个二啊，真是无奈，交友不慎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交了2个兄弟，一个呢就喜欢唱一些不着调的歌，另一个呢立志要成为一个小卖部老板。我呢，也有2个兄弟。行，你别说了啊。哎，你那2个兄弟不一定把你当个兄弟。哎，别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认真的啊。我这2个兄弟吧，一个放弃了坦荡星途，一个放弃了100万大奖。我呢，我应该干什么呢？我要驾驶着发射车，代表咱们火箭军，在2019国庆阅兵的时候，通过天安门广场，有志气。一起吧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就一起吧。一起。我不能走，我得留在这儿。我要走了，我这11个兄弟多孤单呐！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没回过东北老家。在咱们旅里，你给我说出3个啊，3个你觉着最好的朋友啊，3个，给我说3个。欧阳俊，2年了，你这1个朋友都说不出来啊？你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欧阳俊，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。有时候第1名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当不当班长也没那么重要。人和人之间是以心换心，根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。我认为战友情呢，是信任，是包容，是尊重，是理解，它是超越了亲兄弟甚至手足之情的那种情感。我是怕你将来有一天，要是离开部队了，就假如脱了这身军装了，你会突然之间啪你就拍大腿啊！为什么我当初在部队没有好好深刻的感受一下战友情？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的珍惜呢？叔叔来了，叔叔好，叔叔。哎呦，眼花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欧阳俊，计算机专业的。你好，我叫夏卓。哎，我叫Welcome to 406。你还我新人会主席啊！夏卓，你为什么没等我？夏卓。去你的劲儿的！哎，你打人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吧？哎，夏卓，你牛，你厉害，我不如你行了吧？你真的是狗咬吕洞宾？对啊，我就是吕洞宾呐。他是诸葛亮，你根本没有上周瑜。再说一个试试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就说了，我怎么越看越不顺眼。你们就不能坐下来，好好谈一谈吗？奇了怪了，每次都是那个，多少回了，还真说不出来谁对谁错。谁不在这谁错？哎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天马，
你要是处处帮着下手说话就没意思了。3个对1个是。欧阳俊，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不是在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吗？你自我检讨一下。你觉得平面的三角形和立体的三角锥哪个更加牢固？黄俊彦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如果我们都能换一个维度思考问题，可能真的不太一样。给自己增加一点维度，世界大不一样。情况呢就是这样，现在啊有些尴尬。你要想参加阅兵，你需要签士官，因为这是明年的事儿。可是你要想入学考学哈，很可能呢你就错过了阅兵。总之吧，2条路：一，提干当军官；二，士官接受检阅，但是呢是可能接受检阅。我呀觉得，连长，我都想好了。2019年，我先参加阅兵，等阅兵结束了，再参加明年的提干考试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要签士官？对，士官也可以参加提干考试，可是像这样的大型阅兵，很难得有这样的一次机会，我不想放弃。哎呀，这样。不着急做决定，你呀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。连长，我都想好了，我、李子梦、连元邦留下来当士官，先参加阅兵选拔。想清楚，现在的1级士官最起码3年。我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士兵的荣誉。哎，等这些老兵退了，咱们也成老兵了。就是，咱们以后也可以被人叫班长了。对呀，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早点退伍，早点解脱。可不是吗？想解脱，你俩跳楼去啊？哎，我说林小帮，这不闲聊呢吗？我们哪儿那么多废话啊？我看你俩就是闲的。谁闲的？但凡有点业务，谁这个点不在操场训练，在这贴纸啊？就是，谁嫌弃谁呀？谁愿意一直当新兵，一直叫别人班长啊？退下，我愿意。咋的？你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找事儿啊？怎么着？想打架啊？我拼啊！对，想打架啊？怎么了？不是行了，想打架？少说一句，少说一句。哎，啊？行了，好了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跟一帮新兵吵起来了？新兵，这叫新兵吗？啊！当年我们什么样，他们什么样？都说5年一代人，怎么还1年1代人了？怎么火气这么大呀？人家就说了一句，等老兵走了，他们就成老兵了，这话没毛病啊。咱们那会儿不也盼着成老兵吗？我没盼，你再说，我也没盼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老兵走了，他们就是老兵了；对于我来说，老兵走了，我就等于没有师傅了，我没有班长了。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替师傅们走过天安门广场。啊？我能行吗？当然行。行，快过去吧，我去趟2楼。啊，别吵。文叔，忙着呢。这不老兵退伍吗？剪个纪念小片。剪完了吗？没呢，那么多素材，满满的都是回忆，哪有那么快啊？那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之前有一批人送了一批 AR 眼镜过来，你知道放哪儿了吗 ？AR 眼镜，我记得应该是在展览柜上。哎，你看看是不是那个？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。
哎，帮我登记一下。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保密。那你还是放回去吧，这全是监控。文叔啊，帮我个忙，帮我登记一下。我帮你登记也行，但是你得说明用途啊。你要拿这回去看片儿，那肯定不行。我看什么片儿呀？我闲的呀。我要是说了，就少了惊喜了。怎么，不相信我呀？好吧，看你捐一所希望小学的份上，相信你了，拿着吧。行。哎，那你用完记得给我还回来啊。老吕，吃饭了。你中午没吃啊？哎呀，老吕啊，这虽说茶叶不错，也不能放这么多呀。你打死卖茶叶的了？哎，哟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哼，我进来半天了，一天没出去啊？我发现啊，现在写点东西啊，老费劲了。哼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吧？文书呢？剪片子呢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啊，我就想我自己亲自写，可是刚想上手呢，千头万绪的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。哎呀，咱们战士连一下子走了这么多老兵，这脊梁骨啊，生生的就给我裁掉了，心里边特别不得劲儿。哎呀，你说没有了老兵，那还叫战士连吗？每年啊，都一样，就怕碰到这个日子口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还真不一样啊！往年老兵退伍，要么呢到年限了，要么不想续签了。可你说，哎，今年这么多老兵退伍，有多少老兵退伍是因为没有岗位不得不走？新装未到啊，定岗定编大换血，很多岗位要么缩编，要么直接裁掉了。就说咱们战士连，郎永成、侯继东、陈浩峰，我懂，我都懂。今年这个岗位撤裁，很多人不得不走。你是不想让他们心里不舒服？我呀，我是自己心里不舒服。哎，老吕，咱换个角度，他们把大半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了火箭军，也该回到地方，和家人享受那个合家欢了吧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小事儿，明年我也走了。老爷子死命令，说务必得回家。不是，你这还不够自主作业呢呀？转业。哎呀，老爷子病了，这还挺重的。他跟我说，他在部队奉献了一辈子，就自责这一回，想在这个临走之前，让唯一这么一个独苗离他近点。
你这事儿，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我这不告诉你了吗？咱旅里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，这待遇不错吧？我就想啊，在我走之前，能和你把连队带好了，也算是我转业前最大的欣慰了。哪有不散的宴席？只有一辈子的军装。吃饭吧。哎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！吃吃该喝喝啊！都别客气，来来来，哎，吃啊！班长啊，喝点水，给你倒点热的。坐这么，哎，班长，那给你添点啊！别这么拘谨，来拿着。哎，好，放松啊！来，吃。哎，对，不是，这水果都吃啊，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啊！那说好了啊，咱们今天班长茶话会啊，想哭就哭，哎，想乐就乐，痛痛快快的，有啥话呢都说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明天啊，就不能哭了。这个，这为啥不能哭了呢？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我替老吕说了啊，嗨，咱火箭军啊，什么都不怕，但就怕这日子口。我突然想起一个我老班长，山东人啊，山东人，他就说这个不怕平时流血流泪，就怕年底老兵开会。这个年底老兵一开会是各奔东西难相会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少帅是咱们战士连的指导员，但在各位面前，我是个新兵。这世界上最容易说的呀，就是你好，但最难说的，就是再见。刚才老吕啊，为什么说明天不让哭呢？嗨，不说这个，老干的事。今天呀，就一个事儿，战士连还能为大家做点什么？大家有什么困难，说出来。别不说话呀，大家都是3期以上的老士官了，为部队奉献了那么多，又是第一次复员退伍，千万别见外啊！别客气，不有句话说吗？一日是战友，一生是兄弟。如果大家不好意思说，我和连长一直等着大家，但是大家有困难不说，就没把我们当家里人。这样，那个要没有啥要求啊，就提意见，好不好？你看平时可能啊，因为都在连里面，可能有些话有顾忌，不好说。现在没关系了，这马上就要退伍了，想啥说的呢就说，哎，你就当给战士连啊，给我跟少帅我们2个人敲响一次警钟，留个念想，好不好？咱都发言。对啊，都说说。看，侯班长，您是30年的老兵，你带个头。陈班长，你来。我没有。卜班长，你说2句。
我有话要说。好，鼓掌。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就鼓掌呀。我对连长和指导员有意见。2年前，我发射了咱们旅第99枚导弹，立了功，获了奖。立完功以后，我要走，连长不让，因为这事儿，我和连长还闹得不太愉快。后来，我和夏卓一个车组，我们去执行咱们旅第100枚导弹的发射任务。任务失败了，我很恼火。很多人说我杨万金就是个白眼狼，喂不饱，养不熟，吃饱了就想跑。但我杨万金对天发誓，要不是因为家里有事儿，哪个瘪犊子想走？至于什么事儿，我就不说了。谁家没本难念的经啊？我也不想像祥林嫂那样，叨叨来叨叨去。可是我需要钱呀，我们家需要钱。当我知道我的二等功没有的时候，我那5000奖金也没有的时候，我骂了夏卓，为了5000块钱，骂了我的战友。可谁知道，这钱对我们家，对我，这事儿是我对不起夏卓，我不够爷们儿，我必须要向夏卓道歉。还有人说我杨万金为什么总是对战友发火？战友们，我爱你们，我舍不得你们啊，我不想走啊。我怕我走了，你们会想我，你们想我，就像我想你们一样。我把你们都得罪了，你们不想我，你们不留我，就是救了我的家。
没哭。谁说你哭了？大冷天了，一个人在这儿坐着，早晚得感冒，留着擦鼻涕吧。你拿我妈这儿坐着干嘛？学你啊，你不也坐这儿了吗？我跟那领章掉了，我找了半天，这不刚找着吗？哎呦，都站歪了。哎，我的领章也掉了。你那不是在哪儿呢吗？在我心里已经掉了。霍举东，你别跟着煽情行不行？我这最怕这时候煽情了。你老大不小的人了，你别跟这膈应了。老东西还挺认真，逗你呢。要走了30年，刚当兵的时候才18岁，18。老侯，给你下个死任务啊！退伍回去以后，甭管跟谁，3年之内生个小猴出来。老大不小了，听见没有？无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咱们这么些年也没在父母身边待着，很不像话。你说你40多奔50了，这还单着，就更不像话了。本来是来劝你的，没想到让你给劝了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当中的反杀？有没有点正经的呀？一句话，你的喜酒我喝不上，我绝不瞑目。这说什么？我去，不瞑目。明天就要走了，再不嘻嘻哈哈，下次面对面笑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看着我想啊，我这琢磨着，明天退伍仪式的时候啊，怎么能不哭？从当兵到现在，我哭了29回，每回都是老兵退伍。想不到现在第30回，终于轮到我自己了。30次，30次。哭不丢人吧？丢人？不丢人吗？反正咱们当兵来的时候，
是笑着来的。退伍了，离开了，坚决不管。报。是。当年咱们是笑着来当兵的。退伍的时候要笑着走。我的。大伙儿手里活都别停啊！我再说两句啊。老兵们7点钟早饭啊，8点钟退伍仪式，10点钟准时发车啊。大伙儿也看到了，这是旅里给老兵们定制的纪念餐盒，所以咱们一定要赶着10点钟之前把热气腾腾的饭菜装进这饭盒，让老兵们带着到火车上吃，好不好？好，干活吧。班长，哎，呀，班长，你慢点。不是，黑糯米啊？对啊。干嘛？你要包粽子呀？班长，您别开玩笑了啊！谁家拿着黑糯米包粽子呀？这不老兵们要走了吗？我想为他们，不，我想拜托咱们炊事班给他们加个甜点。甜点？对啊。记得刚来战日连的时候，那会儿还没暖气。老兵们怕我们冷，给我们打煤球、生炉子。他们要走了，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，你看行吗？没想到啊！欧阳俊，你心挺细啊。那班长，我去忙活忙活。快去！是啊。好，大家快点啊，动作麻利点。好嘞，好嘞。哦，对了。陈光，把那些蜜枣都给我拿出来，然后打成枣泥馅啊，加进去，味道更好啊。好嘞。班长啊，挺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要是再加点糖桂花，是不是味道会更香？哎，好主意啊！哎，上次咱们聚餐的时候做那个糯米桂花藕，当时还剩了不少呢。对呀。陈光。哎，把剩下那些糖桂花都给我拿过来啊！哟，捷途先登啊！又是黑糯米啊！我说你俩是想一块儿去了，还是把人做糯米的给打死了呀？托崔小璇买的。哎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怎么着？你能想到我就想不到是吗？哎，难得呀啊！难得见你俩还能笑着说话呀！啊，张班长啊，你这是挑事儿啊，赤裸裸的挑事儿。哎，大主，我那一袋已经够了，你这个吃不了。吃不了就留着，等你考完军校的时候做给你。我考上军校的时候，哎，那我应该吃咸鱼呀。那个太麻烦了，那班长不得给你在咸鱼上做好多翻身。班长啊，麻烦你了啊，放心了。班长啊，你去看一下。啊，去吧。大主，哎，真要转士官啊？是，去天安门走一趟。行，那我等着，在电视上看你。在军校等我吧。各位班长，各位老兵，非常的幸运，今天我是值日班长。再过几个小时，
所有的老兵就要脱下身上的军装，离开军营了。全连的战士在欧阳俊的提议和创意下，做了这份煤球饭。下面，我们就让欧阳俊来说一说这个煤球饭的创意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和夏卓同志一起想到的。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入伍第1年的那个冬天，刚刚结束新兵训练的我们，经过了层层的选拔，加入了战刃连。那个时候啊，天寒地冻，还没有暖气。我们刚一进院子，就看到了一堆堆的黑炭和一个个冒着热气的老兵们。老兵们怕我们冷，不扛冻。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打了2000多个煤球。我们说帮忙吧，他们说不用；我们要坚持吧，他们就急眼了。那一刻，我们所有的新兵打心眼里都能感受到，老兵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当成了兄弟，也当成了家人。